Hello，咁多位同學仔，你哋好。今日咧就想講呢份小三嘅試卷。點解咧？因為咧小三咧而家學緊咧，主要咧係分數啊。好多同學仔咧最唔識啦，或者係最多疑問嘅咧都係分數。哎呀，阿 Sir 啊，點樣可以將佢變做分數啊？邊個係分子啊？邊個係分母啊？幾時啊？或者等於一啊？咩嚟㗎？一等於幾多？二等於幾多啊？咁樣嗱，呢一方面咧。就要慢慢一次過啦。嗱，分數咧呢個概念咧，慢慢學好佢。點解咧？因為分數咧，去到我哋4年班、5年班，甚至乎6年班咧，之後將來都會用嘅。你而家學好咗呢個概念佢咧，打好咗呢個根基咧，對你將來咧呈分試係好有幫助嘅。OK，因為而家呈分試咧，佢哋而家小5嗰班咧都係講緊分數四則運算啊。你而家打好咗呢個分數基礎咧，對你將來係一個好好嘅幫助。OK，好，事不宜遲，即刻講啦。而家今次講咧，慢慢我哋講晒呢3題嘅分數啦。好啦，首先我哋要知道分子分母嘅關係，記住啦，上邊嗰個我哋叫分子 ，OK， 上面嗰個叫分子，下邊嗰個咧係分母。點樣去諗咧？就係咧，媽媽咧就孭住阿仔嘅，媽媽咁樣孭住阿仔嘅，OK，記住唔會係阿仔孭住媽媽噶嘛，OK，所以一定係媽媽孭住個仔嘅，OK，所以咧分母咧係大啲，分子咧係細啲嘅，OK，你哋而家現階段咧最緊要諗諗，分母咧係大啲，分子係細啲嘅，OK，好啦，第二部分咧就係佔啦，OK，好多時候都會乜乜佔乜乜佔咁樣嘅，前邊係分子，後邊係分母，OK，前面係分子，後邊係分母，好啦。數數咯，分子係太陽花花，好啦，太陽花花有幾個啊？1、2，所以咧分子係2。好啦，分母有幾多個咧？佢話分母係咩啊？後邊係分母嘛，佔全部嘅花朵，即係我哋要數晒所有花咯，記住全部嘅花朵，數晒佢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所以呢條題目咧好簡單，就係2/7啦。OK 啊？記住呢幅圖啊！你唔好以為下邊嗰個係恐龍怪獸，媽媽唔係恐龍怪獸啊。OK，媽媽喺下邊孭住咗個仔。OK，記住啦，上邊係分子，下邊係分母。好啦，再落下一題啦。第7題，佢話下圖嘅陰影部分佔全圖嘅幾分之幾？OK，又係咁樣咯。好啦，所以咧佔前邊係分子。後邊係分母 ，OK，好啦，分子陰影部分即係呢個1、2，所以咧分子係2，OK，好啦，媽媽係分母咯，媽媽係分母，即係全圖係幾分之幾，所以全圖就係分母，全圖就係1、2、3，所以咧係2/3。好啦，獨作係咩意思咧？獨作咧，我哋要寫中國數目字。中國數目字咧，咁既然我哋都識講啦，2/3，我哋講媽媽先噶嘛，係咪？2/3，所以咧獨作咧，亦都係寫2/3。OK，要寫記得要寫翻中國數目字喎，千祈唔好啊2/3喎。OK，好多個同學仔會咁樣寫嘅喎，咁好多同學仔咁樣寫咧，學校係俾分噶，OK，因為我哋獨作咧係用中國數目字嘅，所以寫翻中國數目字2/3，即係你都唔會無啦啦個名叫做 Oscar 陳咁樣噶嘛，Oscar 陳咁樣噶嘛，係咪？唔會噶嘛，唔會中英混合噶嘛，我哋嘅名係 Oscar，OK，Oscar Chan 咁樣，或者我叫陳小明咁樣，我哋唔會叫做 Oscar 陳咁樣咯，OK，唔好撈亂，OK，中英記住唔能夠混合嘅，好。跟住最後尾嗰題啦，OK，最後尾嗰題啦，放大少少先，最後尾嗰題，OK，最後尾嗰題啦，好啦，最後尾嗰題，第8題，好啦，1等於呢個17/7幾多？好，呢一題咧又係啲關於分數嘅概念啦，好，睇住啦，一個 pizza 切開一半，哇，切開一半，食晒一半去，呢啲叫咩啊？食咗一半佢 ，OK，食咗一半佢。你而家食咗幾多？食咗一個 pizza，切開咗一半，即係有2份。你食咗1份，所以叫1/2。OK，好啦，呢個明白啦，呢個好簡單嘅概念啦，係咪？1/2。好啦，再來咯。好啦，如果一個 pizza 你切開1000份，呀，切開1000份，
然之後你食晒千份佢，成個食晒佢，你切咗1000份啊嘛，係咪？1000份，你食咗幾多啊？1000份，哇！食晒成個 pizza 佢啊嘛，係咪？請問你食咗幾多 pizza？你唔會答人，我食咗1000個 pizza 噶嘛，冇理由咁恐怖啊嘛。啊，媽媽，我食咗1000個 pizza，你唔會咁答噶嘛？你食咗幾多？你食咗一個 pizza，OK？一個 pizza，所以無論你1000分之1000都係一個 pizza 嘅啫。好啦，去翻條題目度咯。而家你有一個 pizza，你切咗17份，OK？你食晒成個 pizza，咁即係食咗幾多啊？冇錯，你都係食咗17份嘅啫，OK？17分之17，即係食咗幾多 pizza，都係等於一嘅啫，OK？呢一個概念啦，明唔明白？好啦，少少嘅份數嘅概念，希望幫到你哋去到考試。呢幾題咧都係經常喺考試嘅題目咧會出現嘅份數嘅概念。搞好呢幾題咧，對你嘅考試分數絕對有幫助。好，今堂講咗咁多先，下堂再見，拜拜。